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今次呢集係 AI 發聲，配有中文字幕。如果你哋對我哋嘅節目有乜嘢意見，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等我哋可以有改進。當然唔記得免費訂閱我哋嘅 channel 啦。多謝晒大家嘅支持。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跟進米頓堅 Milton Keynes 槍擊案最新消息，警方喺米頓堅火車站開槍擊斃一名疑似持槍男子。警方接報後趕到現場，係喺警告該名男子之後開咗幾槍。事後曾經進行急救，但男子最後不治。目擊者表示，事發後警方迅速封鎖現場。而住喺附近嘅居民亦聽到巨響，但未意識到係槍聲。英國獨立警察行為辦公室 LAPS 已經展開調查，以了解事件詳情。警方表示，現時對公眾冇進一步威脅。詳細新聞內容，今集跟進警方喺米頓堅 Milton Keynes 火車站開槍擊斃一名男子嘅新聞。泰晤士河谷警隊 Thames Valley Police 話，佢哋接報話有個男子攞住槍，於是喺尋日星期二派咗持槍警員去到現場。呢個火車站當時好繁忙，警方話佢哋喺 Aldgate 嗰邊見到嗰個人，警告佢之後就開咗幾槍。有目擊者話，警方之後即刻幫呢個男子做心肺復甦，大概做咗10分鐘，不過最後都係救唔返。佢喺下午1點44分被宣死亡。當時喺車站入面嘅目擊者馬連 Hera Marion 同 BBC 講，佢講緊電話嗰陣聽到好大聲嘅槍聲。佢話佢哋出去睇咩事，跟住就見到兩個持槍警察攞緊急救設備去救嗰個人。佢哋試咗最少10分鐘，但係嗰個人冇反應。槍擊發生喺車站大樓外面嘅廣場，警方已經封鎖現場。有火車站鋪頭職員同獨立報講，有個客人衝入鋪頭，話佢親眼見到開槍。佢表示件事好唔真實，因為佢哋喺鋪頭完全聽唔到槍聲。之後就見到持槍警察湧入嚟，封鎖咗成個區域。嗰個客人同佢講，佢見到個男人喺肚腩中槍，但佢冇提嗰個男人有冇武器。佢最後仲話喺自己眼前發生呢啲事，真係嚇親。住喺米頓堅中央車站上面嘅居民話，佢哋聽到一聲好大嘅聲響，然後好大批警察同救護車到場。70歲嘅居民布羅班克 Alan Broadbent 話，佢只係聽到好似有啲重嘢跌落地下，唔似係槍聲。大約10分鐘後，佢見到大量警員圍住大樓，現場有人接受 CPR 急救。佢老婆伊蒂斯 Edith Broadbent 就話，警方不停叫圍觀嘅人退後，仲有人試圖拍片，警察都阻止咗。佢老公布羅班克補充，後來先見到持槍警察，佢哋拎住自動武器，總共有2個人。米頓堅市議會保守黨黨團領袖穆扎米 Shazna Musamil 喺社交媒體 X 發文，今日喺米爾頓堅斯火車站發生嘅事令我哋震驚，我哋嘅心係所有受影響嘅人，佢哋一定嚇親，非常感激警方同緊急服務部門迅速回應，保障大家安全。請大家留意官方消息，聽從當局指示。泰晤士河谷警隊發言人話，佢哋同英國交通警 British Transport Police 喺4月1號中午12點55分接報，話米頓堅火車站 Aldgate 有個男人攞住槍，持槍警員到場警告嗰個人之後就開槍，警員即場對佢進行急救，但喺下午1點44分佢被宣死亡。警方話現時對公眾冇進一步威脅。英國警察監察機構獨立警察行為辦公室 LAPS 已經展開調查。發言人話，我哋已經對泰晤士河谷警隊喺米頓堅火車站開槍擊斃男子事件展開獨立調查。我哋喺事發後好快收到通知，調查員已經趕到現場，同埋警隊事後程序點收集資料。我哋對死者家屬同所有受影響嘅人表示慰問。我哋嘅角色係獨立調查事件嘅來龍去脈，包括警方作出嘅決定同埋行動。我哋喺下午2點26分正式展開調查。
依家仍然喺初步階段，暫時未有進一步資料可以供。